是火热的。哇，看哦，这表示9大行星、10大行星吧。水金地火小木土天海绕着太阳转，地球的起源以后，哦，大爆炸的话，我们看有颗大火球，所以地心呢是火热的。大火球外壳冷却以后，才有植物还有动物。哦，经过15000万年时间，表面才大概慢慢冷却。不到说的太阳系内小些天体的撞击。哦，还有流星，哦，为地球带来充沛的水分。水分的冷热变化，气温冷热变化就造成水分。哦，32亿年前的时候，这细菌呢，简单藻类的单细胞生物，藻类的光合作用，消耗时候原本在地球上二氧化碳产生氧气，这样才能够有生命。